工聯提你，司警局近日發現騙徒喺社交平台假冒商家，以優惠廣告誘騙市民利用線上付款，再以退款為由騙其掃取來歷不明嘅二維碼，輸入密碼，暗中綁定賬號，盜用餘額。我哋訪問咗騙案嘅受害人，受害人 Peter 認為唔應該貪小便宜，以免得不償失。唉，啲錢都追唔返噶啦，1秒鐘就俾人揸乾咗成過萬蚊，呢啲係血汗錢嚟噶。見到事主咁慘，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係個別例子，騙徒專門利用高優惠、可退款嘅心態，引你掃碼綁定賬號，1秒揸乾全款。唔想成為下一個受害者，即刻記住司警局防騙錦囊，查清楚係咪有呢間實體鋪，來歷不明嘅二維碼絕對唔可以掃。平時要較低電子支付嘅上限，防範於未然。遇到任何懷疑，都應該用反詐程式查核，或者打電話查詢，切勿因小失大，得不償失，否則下一個欲哭無淚嘅就係你。